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之前呢，有小蛙问我，如果要到美国留学，去找代办来帮忙办呢，是不是会比较容易被录取？签证会不会比较好办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会哦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，Lisa 频道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喽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，谢谢。娃娃 TV， 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好了。代办呢不会保证你一定会被什么学校录取，也不能保证你一定不会被拒签，因为他们不是神好吗？而他们能为你做的呢，就是帮你找一些学校的资料啊，然后再帮你填资料申请。或许啦，有些代办还会告诉你一些面试的技巧，告诉你面试的时候什么可以说，什么不能说，让你去面试的时候呢，可以回答的顺一点，不会踩到地雷。那至于会不会被录取，会不会被拒签，这都要看申请人的表现了。我个人是觉得啦，如果你要申请的是一些需要填比较多资料的学校，像是 UC 啊、私立学校啊，或者是研究所的话，是可以找代办帮忙的。因为你要申请这些学校呢，你首先会先需要做一些调查，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，然后呢，你要申请这些学校，一般还会需要写一些类似自我介绍或者是履历的东西。而代办呢，他们肯定经验很丰富，他们也会先调查你的能力，然后告诉你你适合读什么学校，然后申请这些学校，这些学校想要的东西是什么，文章要怎么写会比较好。所以如果要申请这类学校的话呢，是可以找代办帮忙的，可以省掉很多时间。不过也不是一定要啦，像我跟我妹妹申请 UC 就没有找任何代办。那如果你要申请的是社区大学的话，那就不必了，因为社区大学基本上都差不多啦。你要找比较好一点的社区大学呢，网上也一堆资料，我自己也有拍过影片，有兴趣的小蛙们呢可以去参考一下哦。那申请社区大学也很简单，有兴趣的小蛙们呢也可以去看我这个影片。其实基本上就是只要符合学校的最低标准，然后把资料填一填，再把他们要求的资料，像是成绩单啊、托福之类的，一起寄给他们就可以了，完全不需要写什么烦死人的文章或自荐。而申请学校需要什么资料，也基本上都可以在学校的官网上找到，所以很方便、很简单。根本不需要找代办。所以说啊，如果你不是英文不好，看不懂怎么申请，或者是太懒的话呢，基本上自己填一填申请就可以了。申请签证也是一样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齁，你找代办，然后你把这些填资料的工作交给代办去做，但他们的资料哪里来呢？还不是找你要的，所以基本上就跟你自己填不是差不多吗？其实我觉得找代办这件事情呢，就跟买房子找房屋中介、买保险找保险员一样，他们各有各的专长，可以帮你解决你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但申请大学跟签证就真的没有难度，就是填资料而已，根本就可以自己解决的，就像你去申请身份证不会去找代办一样嘛。好啦，那如果你真的就是英文不好、懒惰，或者根本就是钱太多没有地方花的话呢，那把钱给我，我也是可以帮忙的哦。好啦，我是 Lisa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或是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一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呢 ，Lisa 也开启了会员制度，也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哦。然后呢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也欢迎大家来给我 follow 按一下赞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。拜拜。